近日，香港納米及先進材料研發院 NAMI 喺香港科學園深圳分園舉辦獲獎技術發佈會。喺活動上 ，NAMI 宣布佢喺2025年愛迪生獎中獲得咗2項金獎同2項銀獎。此外，喺2025年日內瓦國際發明展中，團隊以突破性技術榮獲9面金牌、6面銀牌及4面銅牌，彰顯咗 NAMI 喺全球材料科學與創新應用領域嘅努力，進一步鞏固咗 NAMI 作為亞洲頂尖研發機構嘅地位。NAMI 呢做的行業是非常之廣泛的，看我們現在這次拿的這個獎項就可以看到，它涵蓋了比如新能源、大健康，我們有做健康的各種的試紙，然後呢食品工業，然後呢還有呢農業，比如說我們有做一些農膜，然後呢還有低碳的行業，比如生物基的材料、低碳的材料，然後呢包括一些節能減排的材料，所以呢我們是涵蓋得非常廣泛的。NAMI 行政總裁馮振宇先生對此表示，未來佢哋將繼續整合正產學研資源，加速科研成果商品化嘅步伐，縮短實驗室同市場之間嘅距離，並推動獲獎技術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實現大規模應用，助力業界同社會邁向可持續發展、低碳嘅新時代。據了解，會上 NAMI 與中國科學院深圳先進技術研究院、前海夢工場及深圳國泰光谷科技有限公司簽署合作備忘錄。今年年初，我哋就開展一個辦公室，亦都有地方可以展現我頭先講嘅產品。咁希望有個地方，呢個落腳地咧，同我哋所有嘅合作伙伴啊、贊助商啊，同本地嘅研發啊、本地嘅國家唔同嘅部門啊，都希望有個地方可以交流，令到我哋一齊去探討唔同新嘅研發。4月28日，香港納米及先進材料研發院在香港科學園深圳分園介紹，該院在2025年愛迪生獎和第50屆日內瓦國際發明展中獲得多個獎項，憑借納米窗簾、節能透光玻璃塗層和可撕式納米保護塗層等技術，在全球材料科學與創新應用領域提供突破性解決方案。無論是生物的激光和纖維朋友。咁我哋每年咧都會參加國際啲唔同嘅大獎嘅。咁我哋參加大獎最重要嘅目的咧，就同我哋嘅合作伙伴一齊去做。咁都係同環繞住呢個可持續能源啦、發展啦，可以或者係呢個環保有關嘅議題。咁咧就呢次特別提出就係愛迪生獎同埋日內瓦2個大嘅獎項。咁愛迪生獎咧，總共我哋有4個獎啊。而呢個日內瓦獎咧，總有19個獎。咁所以咧，我哋唔會單去比較個數量，而係我哋嗰個能夠得獎嗰個項目，究竟能夠有咩方法可以產品化，同埋我哋對手係一個幾強嘅一個嘅國際知名嘅工業嘅巨頭為重要。所以我哋係滿意嘅嚇。我哋其實過去好有幸地啦，講愛迪生獎咧係連續5年咧，我哋都係每年都得到獎項嘅。咁即係整個研發嘅文化咧，喺我哋19年前呢個研發院創立到而家都一路有噶啦。咁所以員工每一次都本住除咗研發本身要有商業效益之外咧，亦都幫到業界能夠個產品出嚟可以成功轉型。咁所以每一次唔係喺個實驗室有幾好，而係咧喺個市場，我哋認為點可以受到應用為重要。香港因為咁少一個特區，細細嘅城市能夠同國際美國、歐洲大型嘅巨頭去喺啲獎項去比較，而能夠贏出，同埋可以好過佢哋嘅成績咧，係代表我哋香港對於研發得到祖國、得到香港特區嘅支持咧，係可以有成果、有成績嘅。咁所以本住呢個咁嘅信念啦，或者信心咧，喺頭先講幾個領域方面會做得更加多，希望多好多幫好多香港嘅企業喺呢個成功嘅產品研發轉型咧，更加可以出海，幫佢製造更加大嘅商機，呢個係我哋最主要一個目的。